路上一定要小心，听到了？哎，放心吧，我们都是大人了，是吧？来，吃个烧饼。琉璃，对不起，昨天我休息好了吗？那你走吧。真的不可能了吗？贺锦熙，磨磨蹭蹭干嘛呢？赶紧收拾东西，一会儿出发了。要不然我们不去了吧？你说什么呢？本少爷好不容易抽出时间陪你出去玩，你还说不去了？我不太想去。行啊，不去可以，给我一个不去的理由。那你孤男寡女的出去旅游多不方便啊！什么？我们可是合法夫妻，孤男寡女。反正我就是不想去，要去你自己去。贺锦熙，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我好好的想跟你培养感情，你这么不配合，是不是想离婚啊？赶紧，老婆拿上，下楼。顾总今天没来呀？哦，是啊，不知道今儿又去哪儿玩了。唉，幸好平常公司有您在，要不然公司有什么事儿，我都不知道该找谁。别乱说话。公司这么大，每个部门都有专人负责，除非有重大的决策，才需要顾总来决定。所以顾总在不在，也不算什么大事。唉，话虽然是这么说，可我还是觉得顾总太不把公司当回事儿了。你呀，公司人多嘴杂，这些话说给我听听也就算了，平常小心说话啊。贺锦熙，别睡了，赶紧睁开眼看看窗外的风景吧，很不错的啊。不错。哼，让你出来你还不愿意，现在是不是觉得听我的才是最正确的选择？我还是觉得在家里待着比较好。陈哥真的和他老婆旅游去了，可不是嘛！人家顾西城现在对那个女人可上心了。那是好事儿啊！在我们乡下，男人啊，要是没结婚，怎么玩都行；男人要是结婚了，那就得收心了。猛丽啊，哥提醒你多少回了，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不要老提你们乡下，好吗 ？Jesus Christ！ 不过这趟回来，就知道事情可以成不成了。One beer's just right, two's too many, three's not enough, and four is plenty, girl. Something you should know. I got over you a couple of beers ago. Well, you left me standing at the church alone. A dear John letter on the bed back home, girl. Well, that was me. 怎么了？车没油了。顾西城，你出来自驾游，车不加油的吗？这些事不是我该考虑的。再说了，我怎么知道这山里连加油站都没有啊？那
那你既然知道要开到山里来，出来之前就应该把油加满呢。出来的时候油是满的呀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我去，又怎么了？这山里竟然连信号都没有。走吧，下车看看能不能找到人帮忙。还愣着干嘛呀？走啊！怎么？你问我，我问谁？哎，那边好像有人家，走吧，我们过去看看，能不能找到人帮忙。哎，靠谱吗？哎，老夫人，您是在担心少爷和少夫人吧？是啊，也不知道这小两口啊，现在到哪儿了？嗨，少爷这方面的经验可能少一点，但您放心，不是还有少夫人吗？是啊，锦溪啊，倒是个让人放心的孩子。啊，您喝茶。什么意思啊？打雷了！哎呀，下雨了，怎么办啊？